继续来看台南后壁下甲东太安宫真重庙，其中的元帅庙自1967年定建到今，已经57年啊。庙方管理会是以安全来做理由，提出要搁重启，不过引起部分的信徒不满，提报登录做历史建筑。庙方是按算搁要提出行政救济。文资处表示，会先辅导庙方提出补强计划。 1967年改建的下家东城中庙到今已经有57年的历史。虽然讲规间庙真古雅，不过厝顶整念排气，庙内漏水严重，年钱冤巧，甚至连涂骹嘛因为进前地动来避开。为了安全，庙方想要重启，不过却因为元帅庙登录做历史建筑，来无进展。啊，较早起的拢简单啦，乡客来，你敢知落雨来拢治好，大家厝倒有人厝倒呢。将这安全甲提伫边啊，哦，啊，敢若一直咧强调讲，这大师级的创作，哦，爱保留。这屋檐下塌啦、地坪龟裂、甲物件损坏的情形，必损非常严重。这拄着强震，哦，随时有倒塌的疑虑。 庙方真生气，提出土木技术工会鉴定的报告，结论是讲建议拆掉重启，唔知影是安怎文物比人命更较重要。事实上，文资处家登录做历史建筑的关键，主要就是元帅庙是做大目的传统技术保存者。 文化部指定的人间国宝柯汉丁所打造，特别的所在，伫咧用蓝马孔风贴倒来呈现大目的面貌。当代一个相当技艺不错的一个艺师们的一个作品的汇聚的地方，屋面坍陷的部分，那这部分我们文资处会辅导来庙方来做紧急的一个加固的一个处理。那对于整体的安全的一些问题，那我们这边也会辅导庙方来先做一个结构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出品的一个工作。 那大家希望能够一起来共同来保有我们后壁这项的一个文化资产。文资处表示，讲目前先辅导庙方提出补强的计划，政府会补助工程的经费，不过庙方是按算提出行政救济，嘛有可能来抗议，希望甲决议撤销。记者台南报道。